公子请自重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连人带话一块绑回去。是。你敢？住手！简师傅，我家大太太让我来问，上次订的河畔刺绣，不知绣好了没有？自然是一早就绣好了。我说了，那幅画我要了。有胆子的话，去王家取去。我家夫人可能不太方便上门，若公子不介意的话，我家侯爷倒是可以去的。牙尖嘴利的，你是哪家的丫鬟呀？你可听清楚了，我们家侯爷是永平侯徐令仪。永平侯？那个车驾就是罗家的车驾，罗家大小姐是永平侯夫人，这层关系想必您也是知道的吧？世子，外边确实是罗家的马车。我用你说。简师傅，我今天放过你，不是因为我怕了徐令仪，我只是不想跟一个武夫计较。我们来日方长。啊？十一娘，师傅，十一娘，好久不见啊！坐。对了，师傅啊，刚才那是何人啊？好大的威风哦！嗨，茂国公家世子王玉，是京师有名的纨绔子弟，若不是家道中落，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呢。这种不孝子孙，也难怪家道中落。你们怎么这会儿突然回来了？这次大太太忽然召我们回京，并未告知缘由，我这心里总是有些不安。细算下来啊，你也过了及笄之年了。罗大太太应该是打算给你安排婚事了吧？她一向视我们母女为眼中钉，能给我安排什么好婚事？况且我见惯了罗家后院的尔虞我诈，我都不想嫁人了。我倒是想像师傅这样独善其身，逍遥自在。傻孩子，这逍遥背后的苦楚啊，你只是不知道罢了。你记住，凡事都不要轻易下决定。不管是光明锦绣还是前路险阻，只要是我选择的，我就绝不后悔。说得好，往后不论做什么事，师父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的。师父，这次回京，十一娘自知难有顺途，加之如今也是捉襟见肘，日后又免不了花销，可不可以麻烦师父帮我转卖绣品，以解燃眉之急？这是小事，你们只管将绣品拿过来售卖就是了。谢谢师父。